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姑刘浩明，欢迎收看福起来。香港人的总发音有130万的人口，其中有40万香港人客家西本人口。但是40万地方呢，又有一半香港人总发饶平客。但是其实我哋會講總發饒平客嘅人越來越少。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一路係一路行，佢哋復興我哋總發饒平客球迷度球先生。而家聽我哋年齡呢，千兆個時候就喺教，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球先生哦。球先生好，阿明好，大家好，我係球迷度帶到人稱加入來明年四你們到明年嘅千兆個時候搞福佬花嘅抗議。邱先生吼，我哋其實講我哋其實睇我哋台灣嘅客家吼，特別有五大種嘛吼，我哋講四海太平安，吼我哋有西安、海陸豐、吼太埔、饒平，還有我哋咧周安。咁像我哋講我哋咧饒平吼，因為我哋有時新竹嘛有啊，苗栗嘛有啊，我真係聽白講，聽到講我哋彰化嘛有饒平客呢，當初係樣嚟去，應該我哋講當初萬世都講饒平客嚇。饒平到彰化其實到早伫日本時代就冇人講咧。可是幾時間都冇人講咧。冇人講哦。可是也對日本時代當我哋民國時代都冇人講。都冇人講啊！依個日經小撇啲夾字啊，所以我就想講，我自家去學客自家來救，自家嘅母語啦。但是我有啲問題，如講，既然已經後面咧講60年都冇人講，咁唔攞電即個係客人咯。即係你講以前係學講，萬世一講客話就講好多話。本地我到彰化面到福佬客大部分都講福佬話，但係第7年前2012年我都想講我來學客再做一條2004年。15年前我唔知我自家係客家人因為要寫春詞，去親近去看族譜爭地原來我係饒平客呢，想愛去學客，但係全冇先生教我這是個7年前我就用客委會嘅優生教材，自家學，自家去考試通過中國嘅認證考試啦，就變做彰化面淡沙嘅饒平強新鮮事。可是你這時間一開始的時候，其實你這個唔對你行。唔對啊。可是因為我哋咧客委會有一個專家去你嗰邊教書以後，那啲講，其實你嗰邊係我哋講福佬客啦，福佬客，其實係本地嘅行業，但是因為附近又係福佬莊。嗰種慢慢的其實可能唔到講客話嘅，冇都唔方便講客話，因為歷史上面的問題。咁後來以後都變成，你開始唔知因為寫春詩嘅關係，你慢慢地講，這個可能本地嘅客人咯。你開始以後，幾時先？因為你嗰邊都冇饒平客嘅嘛，冇人會講，幾時以前嚟學嘅咯？我因為我有研究嘅精神所以我有發現彰化嘅站上有按道人去打爛，沒有人去新竹，所以我就去打爛，沒有去新竹，去打爛了，彰化係打爛站上按道嘅主線對彰化辦不起嘅，所以我就是好，我就決定來學打爛嘅饒平強，咁樣我饒平強有新竹饒平強打爛饒平強，所以我彰化嘅打爛較近主線係強款嘅所以我就學打爛饒平強。嗰種其實學從新念客話嘅過程真係變人家嗰艱苦咧因為唔知因為翻嚟睇彰化已經冇人講嘛。係我起碼是所以一開始我就用客委會嘅教材用卡片一支嘅寫，總共寫6500字呢。然後七家表人，有托人甲本條七家表，就考到中國級，咩申請又通過申請時，所以學
福教嘅教宗就说哦，你安强哦，啊你要来搞福神哦，所以呢就2013年开始就开办，由福神嘅社团啊，咩由亲子班，下班以后啊，俺去总跳沙去太福教乡亲讲课。可是应该嚟讲，迄咪讲你这个本代啊，吼，这个就开始于8月嘅我哋中华药品嘅客家班念古来歌唱地班。你發現其實我哋見家呢度中華藥品學嘅嗰種我哋講教材，教材其實係改少。你這個本身可能這個學以前就個有為考慮到講，新竹嗰邊呢，還是我哋講竹蘭啊，我哋講竹蘭嘛，嗰邊呢藥品囤得個缺，嗰時都前一個學嘅以後呢，古來教我哋見家係中華嘅。嗰陣要做按到教材，咁像咱嚟做教材嘅地方，因為你即個本代係做乜嘅呀？本代係寫秦史嘅。那寫秦史嘅。所以愛啲吼，迄講愛學學啦吼，咧教材唔拉啦，T 呢版2013年咧教嘅時吼，係用客委會嘅北基認證教材，大家學生全部都通過北基認證。但係感覺唔啦，因為吼要上課要學課，應該愛用自家嘅教材，所以愛手自家寫。校長愛挑牌又得到文學獎，所以愛自家會寫念了啦、國了，還有地方嘅師傅法，本大家中華嘅藥品科去學，記得都按甲字哦。嗰種咱哋寫完一道教材以後，請問一下吼，你要新學生嘅來尋來咯？人家話我有印象，我喺呢個中華中華學藥品行咯，你要學生嘅形象會尋來呀？我就本那個簡章，然後就一版去教室，本記得講然後去教室的時候先教他一句俚語。譬如講先教記人稱幾遍練教記落嚟大家好，小朋友就按有興趣啦，還有愛到學搞福祿花同步也教了饒平客語，所以他們已經有一點認識那個饒平客語每一次我發簡章的時候他們就會秒殺。所以我的班都秒殺，然後所以我就講迄講有親子強學就優先錄取。你到底要同我講，你本代又有上福祿花，咁福祿花係哪邊嚟強啊？福祿花係愛帶到人稱嘛，加到面臨面臨附近全部攏講安全腔，就是永進腔。那搞福祿花改是會同步出現客語，譬如講族倒就是族，老師先生就是先生，就是同步出現。所以小朋友感覺動搖神氣啊。嗰時等於講，你這個教材裡邊，伊啲教材裡邊其實係同時學。用盡嘅福祿花，用盡嘅福祿花同我哋嘅藥品卡。嗰時一用嘅係咪？而哋嘅花師歸聰明，雷同嘛？用盡嘅福祿花同我哋嘅藥品卡，一般係有的師係咪歸聰啊？它是有特色的，有特色的。譬如講，用盡有一句俗話叫做。安全幾邊練等，你係福祿花啦，但是我們的藥品是人稱幾邊練硬，佢講解法跟別的腔調有一點不同，就是音改成 n， 音改成 n， 譬如講人稱，我們是講人稱，對，大部分講。雲群雲金，就有帶有哀音，可是我們是 n 人稱，是所以愛上這個人稱強跟藥品強就種花是按有特色嘅母語啦，一定愛保留下來。
嘿，因为吼其实我哋咧讲，比如讲吼，我头这么讲，我哋咧台湾的客家话，因为其实睇我哋泰六嘅客家话地步，其实伊啲总头录伊啲法师，可是讲我哋台湾来录泰用，头先我哋讲嘅歌五泰吼，海六凤吼，我哋咧西安啊，吼太埔啊、药品啊，吼所有，但是其实泰六本代。伊的米的村庄讲的其实嘛，有一些是会变调，係啊，嗰就像头都我哋咧球員上講嘅，其實你看，當我哋咧雲金同我哋那個藥品，同我哋咧年齡嘅片講嘅，其實發現會唱嘅哈，它只是有一些咬字可能改變而已。嗰種你其實你睇嘅搞好多法時啫，突然講你兩個法師都唱下搞，他人哋接受度咯。有人講我唔會學客家話，然後學咯，冇得講。小朋友即係用錢嗬，錢字大部分都聽一擺聽過，乜解係牛片強，所以佢感覺嚇當前識啦。但是我相信講事情唔會講一下都按順序嘅呀。佢從一開始睇推動下嘅我哋復興我哋嘅牛片嘅客家話時間，遇到都蠻個困難。一定就啊，愛啊，天就是愛要講嘛，愛嘅鹽要漲嘛，天二啊冇搞菜啊，哈，第三啊冇新鮮好搞啊，哈，所以啊，愛就啊，天就是我的音的部分，我愛嘅就漲嘛，所以愛就問那個大蘭嘅新鮮是漲配粉，哦，當然啦，都用天花哈，講到半夜啊變搞菜啊，寄來搞漲。天意啊，就會搞菜啦。搞菜，我想講愛有種花米水嘅搞菜較好啊，所以我就去夾餅啦，哈。啊，用電腦啊，一支嘅打絲，啊，一定愛有本挑甲拓鹽，哦，前置才較有sen氣。啊，搞菜就咧啊，想說，那味道吼效果較好，所以呢就錄肉上搞菜，哦，當然啦。就七家吼，花兒錄一遍，看兒錄兩遍，吼兩擺啦吼，啊本大家正經不卡是得甜啦。嗰時人哋搞出來實在是變成幾多年啦，哈，唔單止係用水嘛，變成一個可以用糖的嚟。其實頭當人哋修行上嚟講到一個最重要嘅事情，你講有變了一個人哋年齡菜啲嘅搞菜，年齡一路變成搞菜喲。搞菜，哈，調試下我哋下我嚟看看，慢慢到年齡載體嘅搞菜。歡迎過來，福起來！上一堂節目，我哋嘅來賓邱先生同我哋講，應用嘅去復興我哋中華嘅牛片客。邱先生頭都有講，要作為一個中華風景嘅一條牛片客嘅歌嘅，你係咪可以同我哋觀眾朋友介紹一下？哦，我做按道歌啦，念了哈，其中第一首做嘅係調合牛片客話。湊合饒平客語，好啊，你講杜合無如調合饒平客話啦。你做對啦。啊，呢首歌哈係用我親手國小嘅教歌來唱嘅哈。牛片腔中學一站板面，大蘭路中太樹下頂，心作林家太扶梯。安強，頭面高粱布滿油명人前總是滴出新鮮，不信相中救鄉天。安強。好，一地波係第二路係咩嘅？我哋介紹我哋中華嘅一個地理同我哋歷史嘅一條歌呀，係咪？係啊，地波吼，大部分都用俗花啦、T 色啦，你看啦吼。個 T 叫乜嘢啊？縱向、氣向、站向，較三太向。嗰時有三個鄉地波都已經真係要辦嘅顏色到啊，大蘭吼，有一個北面嘅羅姑娘講吼，大蘭羅種太樹下頂，啊，新竹林家太扶梯哦。嗰時前三季其實都係講我哋講藥品發揮地方有乜用我哋嘅竹蘭嚇，我哋還有我哋嘅新竹，嚇，加係用我哋本身咧泰國嘅人向嘅我哋嘅藥品。
佢後來都討後來厭。就頭面嘅過量哦，布嘛按照樣。啊，你人稱咧種花啦，哈，啊布心啦，要不然很油啊。面臉火茶條撲通啊，人稱幾遍黏黏硬硬，甜味。一聽呢啲，因為都係見堂個老先生就講啊，人稱幾遍黏黏硬硬，伊係乜嘅意思喏？伊人稱幾遍講，伊哋幾遍要出幾一遍係咪？有哦，佢日本時態哦，人稱啊面臉就有幾遍按度啊，哈，按認為啊人稱該強調啊，講體魄啦，就講啊就是I 音改做 N， 所以佢改福佬話 N 正幾啊變黏黏定定，但係啊尿片強咩強寬啊，大部分 I 音較少啦，大部分是 N 音比較，所以就人稱幾遍黏黏硬硬，黏黏硬硬，哦黏黏硬硬，山有甜味啊，啊希望大家哈。強下失望次行落啦，好得好得意。其實按你跳用國語來唱啊嘛，其實都幾夾都幾好來吼。都等於講我用記得可能記唔得，但是你跳國語朗朗上口。迄講吼親自個從片離合吼，記咗啲啊吼，牛皮夾當你會，因為佢學教嘅教過吼，大家都會唱啊。但是唱一條國語都等於我哋認識我哋中華風圈啦，真係我哋謠片嘅歷史啦。咁其實而家我哋咧潮先生咯，我哋馬上講，我哋喺邊度學一幾我哋咧謠片嘅學法，我哋睇個嘢喺邊讀到我哋謠片，下個朋友時，我哋馬上跌下講，我讀識路冇呀嗬。咁喺邊前我哋成日同我哋教幾我哋可能。我上一教咧幾嗬，我出價嗬，因為我想求嘛，你講我係修先生，但係嗬。中華嘅洋片講求先生，平常時啊，我上課都有教做這個詞卡，譬如講你記嗬，暗河色咯，哦，你講咗暗河色咯，我哋試一個暗河色。暗河色咯，暗河色這個字不一樣哈，暗河色咯，你講得按標準哦，好，按腔哦，你按用講啊？我能夠按腔哦，按腔哦，我們可能只是音調上的差別，對，比較高了哈，我是按腔哦，按腔哦，那謝謝的話。我們彰化饒品是講羅辣，係羅辣，你要用紅蘿蔔嘅羅辣，其實紅蘿蔔羅辣，差唔多啦，係，人都講安之西啦，新夢安之西啊，那如果一起講就是羅辣新夢安之西。我的南部要講斗掐，謝謝，對，我們有各種的說法，對，還有對這個要過長來了，來再講一遍，長來了，你要用講長來了，所以。這個基本的語系統是一樣，但是那個調哈、調子哈比較一點不一樣。長來了。各位觀眾朋友有學到冇？喺我哋讀到我哋咧謠片下嘅朋友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學用我哋今日學到嘅謠片叫一起打招呼哈，長來了。我哋因為我哋南部講長來了，其實都係發揚來了啦哈。咁從咱哋我哋咧教材啊，很多都要講用創的嚟嘛，嗬，或要按你我哋講字卡，咁即係咪即係頭先要講邊喺嗰度教材？有啊。嘅教材裏邊睇有很有內容，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咯？親子班嗬，同各位創歌啦，嗬，尤其嗬，念咗，大家都按翻譯，那有做按讀。譬如講有虎姑婆啦、鳳叉啦、太鳳車啦，還有日見豬肉。日見豬肉大家按夾字哦，是得來送一下，日見豬肉200，兩百，過一百，
1斤猪肉250，过来就2斤、3斤、4斤、5斤、6斤。好，可以摆哦，1斤哦。好1斤猪肉250，2斤猪肉250。哦，你数嘞2斤我500。就按样吼，上课个死啊，寝室穷下了哦，好过特别好诶。那全部就按样吼，1斤猪肉250，2斤猪肉250，3斤猪肉250，4斤猪肉250，5斤猪肉250，6斤猪肉送本你啊，送本你。按姿势。个至少呢，就可能讲，从俺哋生意呢，哈，生意呢开始讲合法时间，有俺哋一般应该讲，早晨吼，俺哋听人打招呼啊，讲安做啊，冇咯，俺哋嘢，其實俺哋學習方法嘛，其實有啲生意呢，真係冇辦法去接觸到俺哋東西，但是像頭先俺哋喺後線上講嘅，用教嘅方法，好用再加上俺哋嘅手勢，好用數嘅方法，其實可以加強俺哋嘅記憶力。好，尤其係你見講，像我哋以前問些學英文嘅時間，咪對嗰種最簡單嘅，有啊，同學教吼，唔管係同事啊、先生啊、學生啊，看到愛啊，佢個主動啊、主動就會講啊，邱先生按做，愛就會講哦，你按強哦，同招個是愛食飯，愛就話食飯咧，那大家就會講食飯咧。所以啊，我感覺吼，簡單個抗議吼，到學校都啊，大家講啊，所以那個氣氛出來吼，他就認同這個饒平課語。咁，像你這個本身佢是對你學，佢是認真咯，佢是學，好，因為講你喺客家人，你可以潛你這個以前本來嘅。講嘅話，好，我哋聊天下嘅時間都更加開始去教人，你說差不多開始教人，開始教一句嘅呀。7年前啊，我還唔會講嘛，吼，就開始去教學教經驗，我就通過考試變做行政師。2年前開始教到入滿吼，有33班咯。我嘅學生啊，大約有10萬人咯。從5歲嘅細子到90歲嘅老人家都有，特別總方面有較大嘅活動，世界母語日啊、天川日啊、童話季啊，整一班嘅證人嗬，都有推親子團去表演，表演嘅內容全部咱七家寫嘅教材，有總話地方美水嘅。念謠啦、歌曲所以按道人本來按讚講中華人民拍按強哦，所以我感覺講福育唔會難啦，唔會難，就是講你就要去教啊，去開班啊，去教啊，應該教材我咪就上 YouTube 總共有170萬嘅影片全部都係。中華藥品嘅教學啦，即係表演嘅影片大家就看實際去 YouTube 看一下中華藥品強嘅按講它那個音音韻都很美。嗰種你真係個有心去推廣有中華藥品強，因為你可能一開始你學過以後，馬上都開始寫教材那教材裡邊唔單止係用讀得嚟嘅，你話可以用彈得嚟嘅。你講而家錄成我哋錄音帶變成我哋咧，俾我哋 YouTube 上面俾大家人看。如果希望講，其實大家人嗰種對藥品係有興趣嘅朋友，唔單止講我去到唔同狀況學，你去網絡學，可能我哋影片學，嘛可以呢嗬。即係種咗圖都有我講，而且我學生嘅對我哋咧寫人咧寫字，嗬，種係90人寫講，種90人寫伊當初應該會講吧。唔會我們種花面嘅藥品花一件小片60年嚟，就係日本時代就冇人講啊，係啊，所以都冇人，大家都像拍紙、白紙一樣，都從零開始學啊，佢唔第七屆嘅抗人，大部分攏來學較易曉啊，爭第七屆嘅較艱人。
可是对一开始我哋修先生，其實佢單純要把這個法師學過來，到後來而搞到按當然咧。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台節目，我哋來賓同你示範應用嘅把彰化特色變成咧油瓶下嘅教材地擺。其實我想講，我一開始我哋節目嘅時間，你都對講，你喺開始寫蠢事嘅時間，發現講這個係行嘅。所以你這個蠢事係本身這個如果好寫嘅事情係咪？關係中華民政府就鼓勵大家，強下大家來寫蠢事。我就想講試看啦，哈，所以我就寫我總是替個胡連春個故啦，就胡連草跟楊天心，接下來哈，2005年就寫做讀永進階，那2004年寫那本胡連春史的時候，應該張定個設計係較緊啦，我就想講，我係較緊，但係用辦吼，怎麼我唔會講啊？我全部個橋架啦，人稱向個向字全部都唔會講啊！用講較緊唔會講卡啊呢？迄講啊，我會講卡就按好啦。其實他們伊朗人西安的時候，其實冇唔錯，其實他跟一個流行下。他講人嚟寫蠢事，其實喺我哋嘅文化部喺我哋台灣有推動也有啲發通，如講大家一起來寫蠢事。不是，你這個去參加嘅發通以後，可是寫這個蠢事，那發現講，我要做成一黑人呢？係啊。可是我發現，我要係黑人，但是我又唔會講黑話。可是很多例子講，我爸也對日本時代都已經冇得講咧，我哋有片客係簽過來。又其實對我哋嘅蠢事，你發現一件事情，然後你就開始做一件事情。係啊。其實這個我講，其實我哋邱先生做寫蠢事一部分，嘛寫幾多年啦，嘛出嚟幾多本書啦，我差唔多7年就寫9本啦。我另外還有寫園林政治，還有寫啲書嚟彰化縣志啦，台灣文學日春啊，親近教授才是總共你們太有寫20萬本啦。真是冇簡單嘅，因為蠢事其實冇我哋想咁簡單，因為你可以訪問，唔係講我哋去圖書館去簽嘛，去熟悉資料。我都跟我老公用面琴強下去種跳啊、採訪啊，我老公用面琴就會翕相、錄像。正來咧就開始寫，因為其實我感覺到講，嗰好彩有唔係安尼嘅，因為有時就我哋聽到時代進步以後我哋村莊地方，我哋村頭地方，有時候我哋因為講嗰種冇乜嘅差。但是其實有幾多我哋以前嘅故事，我哋以前係用喺生產嘅方法，馬上都唔啲嘅。如果我哋停頓時代都唔記得係嘅，個好彩有唔得安尼嘅，呢啲係記錄下來，還有我哋去採訪我哋老人家，還有以前係用生產嘅，以前做乜事情，我哋以前嘅裝頭，可能係抹嘅裝頭，唔安尼都當點嚟行嘅。我寫蠢事就寫人稱向嘅胡練啊。人稱給啊，還有寫門檻嘅它有分東區、西區、南區、北區，全部都有寫。還有寫皮頭鄉，皮頭的小補星。我請問一下唔講嘅我哋講遠景啊，我哋講永景，一般大都係輔導課係咪？大部分4/5係抗議咯，大部分主要係尿片卡。尿片卡我哋年齡當中嚟講要東西南北。東西南北區全部咩它又有2/3、3/2係抗議啦。係咪喺尿片嗰邊行？係咩係尿片？嗰度除了我哋咧遠志，我哋咧年齡還有補鋅。補鋅。甜米。甜米。竹筒。全部都係尿片嚇。
哦，原來我因為我一次以覺得講我哋種花全部係好容易。我原來其實我哋啲年齡其實種花貴太嘅地方哦，因為其實我哋講種花地位種花是冇年齡，按老年，我哋年齡嗰種嘢年齡啊，我哋啲鋪線，我哋啲用盡，甜味，還有甜味，竹筒，然後全部落喺我哋啲藥品卡。可是像唔即個社會按到嘅巡視我相信嘛得到一啲貴太嘅獎牌呢你休閒站係咪同我哋介紹一下一獎牌地位係到底係講乜嘅因為我直接寫巡視啊7年寫9本啊，10本巡視都有得到按度獎啊，譬如講有得到台灣文獻獎啊，國家出版獎，還有行政院的圖書優良推薦獎啊。還有得到黃溪文學獎，所以向前我感覺講，我愛按強啊，所以就有獎牌本愛啊。但是我會發現到講，其實伊上面唔會想講譬如唔係啲什麼嘛，你講我哋咧英雄之光啦，無論我哋咧巾幗不讓鬚眉啊，伊下邊係個忠實地之光，其實伊係講。唔係公用人家要祖先咧我感覺按公用啊因為忠實地咱個祖先邱翠英、邱翠燕喺五品館顯現書面個面種上愛像祖先用的甲朱總念那個對文教的貢獻能夠繼承下來所以雖然愛世我帶到總是啲我阿爸就高興我阿姨冇讀書辛苦教育所以我從小就知愛吃醋長為人處啦，人處長為有天處啦，各項事情都愛靠自家。可是唔知個唔因為講，唔知個本身體現你什麼嘢？聽你唔知個冇唔多家境冇嘢安好，但是你這個貴努力，對你這個可以擅長的方面去做出貢獻。你看啦，我真係上面看到講這個一件事情唔係講用，係講用祖先。其實對行人來講係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因為我哋最重要一個，我哋愛榮耀祖先。我哋係對內出來嘅，我哋如愛好好去幫我哋祖先嘅嗰種功用傳下去，佢將我哋當嘅中間嘅獎牌咯，而且還有呢個獎牌係去年2018年我指導親自去參加認證考試得到他認證有40個人通過認證考試，學校就不愛呢個獎牌。我能講獎勵唔知㗎。照顧按到人教按到人，俾我等人全部去通過我哋客家話嘅一個獎勵。其實我能講也真是愛我哋客家上線版本。跳板去年前我去考個試我第三次去考你問去年就8萬人去考咧，全部都愛個學生。其實真係應該講我哋那個客家語應該擺喺獎目，因為我哋還是我哋呢個花已經有變化，已經越來越少人講。像我哋台灣的客家嘛，係其實越來越少人講。嗰種我哋最希望有安尼一啲人，還是幫我哋會差唔多會受曬係一種有變的客家，一啲復興，鼓勵嗰種人學，把有嘅花可以繼續傳承下去。嗰種像頭先我哋講咧，沒關係醫生，而且我哋替的用藥品寫嘅一種童書，係咪？係咪同我哋小家也係用嘅一種書？因為我感覺復育母語愛用各種不同的方法。那其中寫繪本我感覺好過按好。呢本在基先生真的有這個在之先生佢帶到埔心鄉佢今年差唔多靠近100歲了但是他的診所留下來，所以我們就寫繪本，然後做導覽立馬成為我們埔心的客家亮點。可是也被真是一個有愛的欣賞的給人我還真人真事，真人，然後呢用你的那藥品一起寫一本繪本，或者是你呢其實看到一本書的時間，唔單止係讀到我哋菜地的歷史，話用我哋過菜地的藥品
拓下的故事。其实迄让讲安尼一举两得啦，因为一方面你这个拓到向外的分担外的那祖先，吼外的那强壮人，吼伊就对外的那状况的贡献。一方面外的嘛可以是复习学习外的这个药品哈，这个故事啦。嘿，因为个提讲，你这个规上做一点嘛，文化董事长。应该如果讲啊，做某个公司的董事长，你做么想要做一个文化董事长咯？就迄点嘛个心情咯。因为爱得到按到奖今年前还有得到台中教育大学杰出校友奖，还有台中教育大学的杰出校友奖。那有发现按到得到这个奖呢，既是大学的教授、院长，或者是企业界的董事长。啊，跟他那上台去讲感言那就讲啊，爱上你承认无可能做教育部长啦，你无可能做文化部长，你无可能做董事长啊。但是爱上爱做文化董事长，因为爱提防七家嘅文化资产更重要啦，更有价值啦，所以爱上爱做文化董事长。那爱改座右铭从以前到现在的座右铭就是爱上爱用8年的青春做10年的职业。这句话真的够重要了哈，因为我哋呢人生好短短，但是我哋文化事情其实够长。够长啊！一定要爱复兴一啲客家其实冇简单，可是我希望他讲人抢下来学我哋呢中华的药品的客家话。因为感谢我哋呢修先生来到我哋现场，同我哋分享唔样嘅复兴我哋呢药品客家话故事。感谢阿咪，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有闲来种花了。休息一下哦，大家听下咱先生来运动运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正来介绍我王真祥来自屏东县长治乡积极导演屏东分会，一篇是纪先生，一篇是陈先生。今日同观众朋友所介绍的呢，以下通常呢是呼吸一种，呼吸一种呢是训练我哋呢调气，运用呢太白。个调气用嚟个顺帮我哋呢胸前唔会扎扎。其他观众朋友都听我哋嚟做，我哋呢脚先打开来一些。呼吸中呢，因为观众朋友注意听我哋呢两只手，然后呢时间呢，帮我哋呢耳共腔。当我哋耳共腔嘅时间呢，我哋呢两只手呢交叉合顿变下来。当我哋呢企喺下边上来，我哋两只手反向而来，送上去慢慢呢送上去，我哋呢手棍打出过后，我哋呢手变上来。伫我哋眼神的视线温度慢慢地变下来，变喺度呀我哋的眼神那打出来，那打起来。再一次讲我哋张开起来，两只手度呀，两只手合掌过后呢，我哋的手交叉，到后摆。我哋送上去，打出来，我哋的手棍变上来，打下来，也注意我哋连续做的时间，我哋做的时间呢，两只手都一样变下来，过来呢，我哋的手把掌，手到我哋的后摆打拿到送上去时间呢。我哋呢腳掌扭向起來，腳掌扭向起來，再變上來。我哋呢肩頭先變，個我哋呢手棍，到腰一向，我哋呢打起來。
注意到地方我哋要調戲嘅時間呢，我哋數夜行來嘅時間呢，我哋都開始吸氣。數巴掌合手，到下背交握，到送上去，我哋早上再吸氣。都讓我哋停留一下，我哋嘅腳掌狀況來時間停留下。手棍變鬆嘅時間，我哋嘅肩頭變鬆，天天嚟下來，也係調氣。注意啲我哋講啊，上來嘅時間，我愛讓嚟嘅吸氣，我哋變動作變越慢，我哋吸氣嘅條都越大，我哋嘅氣頭都天天嚟順，天天嚟吸氣引導引太棒。所以我哋數下來嘅時間呢，我哋咧都要搞我哋做上去嘅時間呢，停留一下，數變上來，慢慢嚟肩頭變上來，也係調氣，調氣到腳大氣頭蠻長，我哋都要都再吸放起來。所以講，觀眾朋友哋要注意地方咧，都講啊，我要注意呢隻嘢，我哋哪唔係做？比如講，我哋企喺下變鬆嘅時間，我數拿放起來。多呀時間，如果你拿唔放，一樣嚟拿唔怕，我哋拿唔放都天天嚟吸到呀。我氣頭要蠻長，我要吸，唔怕我哋調一下，要再吸。多呀時間，我哋要注意地方，我哋要數棍合手。我哋要注意地方在講啊，我哋咧數多呀隻嘢，多呀隻嘢時間，我哋要交握交手，多呀時間，我哋咧用嘅數棍向背綁上去，呀隻嘢要注意哈。我哋要注意地方都講，我哋一隻綁上去嘅時間，我哋咧數棍有好嘛？有人按嚟綁上去，冇法度綁上去，冇法度綁上去會卡頓。卡頓我哋咧下一個嘅隻嘢，講我哋咧數棍，所以對呀只係卡頓嘅時間，我要送上去，我變鬆了一些，再慢慢嚟送上去，要注意，對呀送上去，我腳一樣嚟，然後咧，我到腳掌送上去嚟，做乜嘅腳掌一樣好嚟，腳掌一樣好嚟，係一本我哋咧後背嘅腳。難度本來哋讓嚟順，有人講我安尼讓唔好，第一我哋愛先慢慢嚟綁好起來，再可以再綁好起來。我哋做嘅時間唔可以當我哋安尼樣，唔可以安尼我哋會打到乜要注意地方，所以我哋可以腳掌見繞一個，唔到一個。腳掌見係繞向嚟體育點係樣，係訓練我哋嘅膀胱經，講我哋嘅肌肉太多。人講我哋前面嘅腳肌肉唔有力，我哋嘅股四頭肌嘛會有力，所以我哋繞向嚟時間，我哋嘅腳掌見係幫我哋訓練我哋嘅肌肉嘅，我哋嘅力量係用我哋嘅腳掌見順向嚟，我哋都唔會打到乜。所以講我哋一行路一做乜嘅，我哋冇去訓練我哋嘅腳盤嘅力量。所以講也係好處呢，去訓練我哋嘅調氣個體白，講我哋嘅腳掌見一樣扭向起來，也係一種。觀眾朋友，我哋見緊呢，注意講我哋讓嚟轉咧後背雙手腕關節要轉，觀眾朋友可以行下背囊嘅嚇，數卡向起來時節，數巴掌合手。我變嘅到我後腦，我驚見嘅，我腕關節變到轉來，我手棍兩卡拳頭送出去，一記一記拿放起來，送上去。再變下來時間呢，我哋咧肩頭要先變上來，肩頭變上來，數到肩頭時間，那慢慢嚟變下去，落下去，到也時間眼神那打出來。觀眾朋友，注意看我嘅數拿後背嘅時節，數巴掌合手，變嘅後背嘅時節，注意到我嘅數對呀。如果觀眾朋友講啊，我嘅數冇法度這樣樣，唔怕我哋對呀，這個時節我哋咧數巴掌變到進來，卡拳頭一堆一堆送出去，腳掌見那扭起來，
腳掌筋扭好咧，我哋慢慢的、順順的，鏡頭先變，鏡頭先變，再過來吼，也要注意的地方喺底下。所以觀眾朋友注意講啊，我數地後背喺我合手嘅時，用咧腳掌筋可以扭好嚟時，注意的地方對呀。所以注意的地方還可以嘅吼，我哋愛嚟合手嚟，吸氣對呀，我哋可以停留一下，唞氣。再慢慢地變下來，哈，再一個吸氣，數拿上去，腳掌筋扭好起來。對呀，我哋鏡頭嚟變，如果觀眾朋友鏡頭話咧，注意哦，我哋咧鏡頭嘛咧，我哋鏡頭咧，我哋腳骨頭我哋會打到嘛，也注意嘅地方都係第一隻伊吼。所以我同觀眾朋友講啊，我哋安尼拿上去腳掌筋扭好嚟時節，唔好扭到腳趾甲，當我哋咧順嚟都好嘅。講我哋咧鏡頭唔好安尼，我哋咧鏡頭要變下來，變下來，我哋鏡頭要變下來，變下來那會順，所以我哋對鏡頭開始變。一節一節腳掌筋冇突停嚟按叫，我哋咧先變順下來，對呀，我哋咧眼神啊打出來嚇，所以注意地方都講講我哋咧注意講我哋顧下去嘅時節，順一下嚇。觀眾朋友，我哋再嚟做一個練習動作，我哋對觸下我哋兩隻腳打開來嘅動作開始嚟做個練習動作。觀眾朋友聽我哋嚟做嚇，企喺下邊上來，慢慢嚟從樹打拿好起來，拿好來呢，我哋咧樹棍咧，慢慢嚟合樹節合手，向我到後背放上去。個還有觀眾朋友注意地方都講啊，我哋呼吸一種咧，我哋咧樹棍變下來嘅時節，啲我哋咧眼神咧45度角，像人家我哋講，我哋拿上去嘅我哋咧眼神，啲我哋變下來時節咧，啲我哋咧眼神咧45度嘅角度都天天嚟變下來。唔係點解人嘅眼神咧兩片咯？注意嘅對呀嚇。嗰嚟我哋也係我哋咧腳打開來嘅，嗰前一邊我哋兩隻腳合手嘅，所以觀眾朋友聽到我哋咧做嗰前一邊兩隻腳合手嘅嚇。觀眾朋友也個都係數同觀眾朋友介紹呼吸一種，係訓練我哋嘅頭氣，讓你比較順個體白。所以講啊，希望觀眾朋友聽我哋好好嚟做運動，我哋下一次拿來了。